各综合病院儿科主治医师例如表示，肠病毒是一种病毒的总称，包括小儿麻痹病毒、克沙奇病毒、伊科病毒加肠病毒等。每年的4月到9月是流行期，一般拢是透过粪壳、飞沫加接触来传染。虽然肠病毒的感染类似一般的感冒症状，不过5岁以下的幼童如果出现动静进前的病症，就要特别注意。现在因为那个 COVID-19 的疫情的关系啦，那所以肠病毒的案例数都有大幅的减少。不过虽然如此，但是其实最近已经开学了，所以说肠病毒还是有可能就是在小朋友开学之后互相接触传染的情况下产生。那家长在家里的时候还是要注意小朋友，如果真的有被怀疑肠病毒的情况下，还是要注意他有没有一些像是嗜睡啊、持续性呕吐或者高烧很多天的情形。那如果这些情况，最好还是带给医师再检查一下。医师强调，虽然新冠疫情期间民众挂喙암、勤洗手，嘛有防止肠病毒的传染，不过面对9月将要开学，学生的聚集甲接触会增加，医师呼吁，是要勤洗手，而且养成正确的洗搓冲碰擦的洗手观念。台南新闻联播采访报道。那有这几项